惠陽林森一線咧，同埋大亞灣林森一線有咩樓盤係有細面積單位賣緊嘅？考話要近深圳啊，同埋咧首期政策啊，可以選擇低啲嘅，咁就有零首期同埋呢邊嘅。1萬到5萬以內嘅首期都有，揀一個環境好啲嘅。我覺得如果係真係相比較嘅話，肯定會大亞灣比較好啲，因為大亞灣成個城市道路啊，同埋佢每一個片區嘅規劃都係先規劃好發展，係可以選擇零首期上車。咁月供嘅話就大概去到3000蚊以內，都係現房上精裝修，今年買今年入住。咁如果想話咧輕輕鬆鬆上車，咁其實以上呢6個項目都可以作為一個對比。係大家好，我係灣區未來嘅 Future， 今日咧要同觀眾朋友分享一期就係對於我哋惠陽林森一線咧，同埋大亞灣林森一線有咩樓盤係有細面積單位賣緊嘅？咁惠陽嘅林森一線咧，我哋就會講到去到八石嗰邊啦。咁八石咧係比較近我哋深圳地鐵口嗰個片區。咁嗰邊有2個項目啦，就好似大華悅庭啊，同埋木雲左岸。咁呢個樓盤咧都係有細面積單位70幾方嘅2房或者3房賣緊。咁先講翻木雲左岸啦。咁木雲左岸係屬於現房一個項目，咁佢嘅78方係做到2房嘅，同埋咧佢發展商依家嘅政策咧係俾3萬蚊首期，我哋就可以上車，月供咧就係3000到3500蚊，但係3000蚊係無批嘅，如果係選擇裝修嘅話，月供就要去到3500蚊一個月。咁如果想揀現房又可以話咧低首期上車，咁又近地鐵口近嘅呢個木雲左岸，我哋可以作為一個考慮一個項目。咁大華悅庭咧，佢最細面積都係75方嘅3房，咁實用率就會比較高啲，因為你睇木雲左岸係78方做2房，但係我哋大華悅庭咧，佢75方我直接就可以做到3房，同埋首期咧係俾2萬蚊定金，同埋咧都係送精裝修。咁佢呢2個項目之間咧都係比較近我哋嘅沙田地鐵站同埋坑子地鐵站，咁可以適應咧平時如果想話通勤選擇地鐵比較多啲嘅話，呢2個項目都可以作為一個對比嘅。咁如果係話實用率高啲嘅話，就係大華悅庭比較高啲啦，因為佢70幾方可以做3房，如果想多一間房嘅話，你可以考慮一下大華悅庭。咁大華悅庭咧呢邊嘅交樓時間就要去到我哋今年嘅年底啦。咁如果急住入住嘅話，就考慮一下咯。咁如果想話今年年底可以接受得到，咁其實都可以選擇一下大華悅庭。咁佢呢2個項目之間咧，周邊嘅配套咧都係有好似平時我哋要買餸嘅話，有街市有八石街市，同埋有唐井街市、三塘街市同埋咧周邊就係配套我哋係可以見得到嘅。但如果係話環境嘅話就一般般，因為嗰邊嘅話係屬於比較多嘅原居民住嘅自建房會比較多啲，同埋比較近嗰邊嘅產業園比較多啲。咁呢邊係屬於我哋惠陽林森一線嘅2個項目細面積單位賣緊嘅資訊。咁再講下嚟嘅話，就係屬於我哋大亞灣林森一線嘅細面積單位有幾個項目賣緊咧？咁先講翻我哋龍山一路就係有個冠華城啦。咁冠華城嘅話，佢細面積都係有70幾方嘅。做3房但係嗰邊嘅話就無批咯，但係首期咧都係俾2萬蚊定金，我哋就可以上車。咁月供咧都係去到3000蚊左右一個月。如果係話現房可以接受得到無批嘅話，其實考慮大亞灣林森一線冠華城都可以嘅。咁就要麻煩嘅話，就係我哋後期買翻嚟嘅話，要自己裝修咯咁同埋咧同一條區位同一片區位中咧，仲有一個項目係叫國韻雍庭，咁佢嗰邊都有70幾方嘅2房，咁一樣啦。我哋首期俾1萬蚊定金咁月供咧就去到2500蚊一個月，我哋就可以上車。咁嗰邊都可以選擇無批或者裝修。咁如果係選擇裝修嘅話咧，就每1平方我哋要加多800蚊一平方去加入到我哋嘅總價上面，跟住咧再月供，咁月供都會高出300到400蚊一個月呢係屬於大亞灣林森一線嘅細面積單位賣緊嘅樓盤。咁如果話想考慮現房喎，樓下配套又有成熟啲嘅，咁其實大亞灣林森一線仲有一個比較開發咗比較耐啲嘅項目叫德州城。咁德州城而家賣緊嘅6期咧，佢都係有70幾方嘅2房，都係送裝修。但係佢一邊發展商裝修係咁樣嘅，就係我哋交咗定金銀行按揭放咗款之後咧，先會安排發展商嗰啲嘅裝修公司幫我哋裝修啦，但係都要等咯，大概
半年嘅時間先可以入住翻嚟，但係嗰邊嘅配套係比較成熟啲嘅。咁樓下可以見得到啊，連鎖超市啊、商場啊，全部都開晒啦，就比較方便啲，但係嗰邊嘅總價會比較高啲。基本上咧，70幾方嘅話，總價都係去到70幾萬左右啊。最高嘅話係均價係響1萬左右1平方啦。咁大亞灣南深一線呢邊嘅冠華城同埋德州城咧，均價會比較高啲，基本上係去到9000萬以上，1萬蚊以內1平方。咁個玩雍庭嘅單價會比較低啲喎，最低嘅話係6990蚊，9991平方。就可以上車，首期都係可以選擇俾1萬呢就係我哋啱先講呢3個大亞灣南深一線嘅樓盤啦。再同我哋觀眾朋友詳細啲講下。咁如果係揀德州城嘅話咧，咁首期咧佢係要求我哋要俾正常嘅15%。咁如果係計70萬左右嘅話，我哋要去到10萬蚊以內咯。咁如果係計冠華城嘅話咧，咁佢嘅首期就俾2萬蚊定金。咁如果係個玩雍庭嘅，佢嘅首期就係可以俾1萬蚊定金上車。咁再沿住個玩雍庭下去，仲有一個澳門金龍集團開發嘅金沙豪逸，咁佢嗰邊都係有76方嘅2房同埋3房可以揀，咁嗰邊係可以選擇零首期上車。咁月供嘅話就大概去到3000蚊以內，都係現房送精裝修，今年買今年入住，就睇對於南深一線大亞灣呢4個樓盤，我哋點樣去作為一個選擇咯。咁你如果想話咧要近地鐵跑啊，要近深圳啊，同埋咧首期政策可以選擇低啲嘅，咁就有零首期同埋呢邊嘅1萬到5萬以內嘅首期都有。咁啱先我哋最早講嘅係惠陽嘅南深一線2個樓盤。咁其實呢計下嚟，我哋今日係介紹咗6個樓盤，都係屬於南深一線，一個係屬於我哋惠陽嘅一線南深，一個係屬於我哋大亞灣嘅一線南深，呢2個片區之間嘅項目。咁如果想話揀一個環境好啲嘅，我覺得如果係相比較嘅話，肯定會大亞灣比較好啲，因為大亞灣成個城市道路同埋佢每一個片區嘅規劃都係先規劃後發展。咁似惠陽嗰邊係唔一樣嘅，惠陽嗰邊就以前開發嘅係唔會再去改啦，咁就係原來嘅基礎上面去開發。咁佢嘅城市方面咧，就係面貌方面唔會比我哋大亞灣好到邊度去咯。咁如果想揀靚啲嘅城市居住嘅話，其實大亞灣係比較適合嘅。咁呢幾個樓盤咧係有70幾方細面積單位賣緊。如果想話再揀中心片區嘅話咧，咁就要考慮到我哋大亞灣南深二線啦。咁南深二線咧就會喺下一條片同觀眾朋友可以詳細去介紹啦。咁呢條咧主要係想同我哋之前有諮詢過我哋嘅觀眾朋友話咧，呢幾個樓盤話惠陽咧南深一線嘅細面積單位呢2個有咩樓盤賣啊？同埋大亞灣呢邊嘅南深一線嘅細面積單位嘅話，有咩項目賣緊，同埋佢嘅政策首期咁每個項目嘅話，佢嘅戶型產品都係唔一樣嘅。咁有70幾方做2房，70幾方做3房，就睇我哋觀眾朋友嘅需求咯。咁如果想話咧輕輕鬆鬆上車，咁其實以上呢6個項目都可以作為一個對比。咁因為每一個項目咧，對於每一個客戶佢心裏嘅需求唔一樣嘅，有啲係可以接受得到樓下啲配套成熟就可以，佢唔會介意周邊有咩好似咩產房有咩自建房嘅。咁有啲會比較介意咯，介意就係周邊環境唔好嗰啲要求。咁呢幾個項目有好嘅地方，有佢唔好嘅地方，就睇我哋觀眾朋友想點樣去做一個對比，做一個參考如果想話咧對我哋今日就係介紹呢條資訊片，以上呢6個項目有興趣，想話呢過嚟睇，或者想攞啲更加詳細啲項目嘅資訊資料或者係視頻詳細啲嘅計價單歡迎私信我哋，亦都可以話聯繫我哋過嚟呢邊實體考察睇樓。咁我哋公司每一日咧都係響深圳嗰邊都有專車觀眾朋友過嚟呢邊實體考察嘅。咁如果仲有咩方面唔係仲唔係幾了解，唔係幾清楚嘅話咧，都可以私信翻我哋攞更加詳細啲，或者係問翻我哋更加詳細啲嘅情況。咁呢一期嘅資訊咧，我哋就分享到呢度啦。如果有咩有興趣嘅話，歡迎同我哋聯繫咁我哋下期再見啦，拜拜。